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中南部、甲平湖、金门、马祖会落局部短暂雨，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。过到了后，大台北、东北部会落雷公雨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台湾吹西南风，遮风边的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，或者是雷公雨。若北部甲东北部过到了后，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。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落短暂阵雨。若温度方面，今仔日全台湾各地高温差不多是伫咧31度至35度，其中大台北地区、桃园、苗栗、花东、唱国甲台东部分所在可能会升到36度。若中昼迄卡斗，苗栗甲花莲会是柑仔色的灯号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东拢是黄色的灯号，民众都爱水爱加啉寡。另外，为拜三开始一直到拜五，都要注意水汽会变较高。若西半部嘛是爱注意，可能会落大雨。